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咱台湾北部规工是较湿、较凉冷，温度差不多是伫咧18度至22度。也那本岛的上低温是伫咧新北的石碇，敢若16.1度。咱做伙来看温度。除了台湾北部，其他的所在透早是较清冷，低温是20度至21度。也那日下的高温，东部会到24度，中南部甲东南部有到26度至27度。另外，因为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，也佮有东北部雨也会继续搁落。也那中南部偏湖、金门、马祖，因为受到万季风台外围云系影响，可能会落湿啊雨。气象署今仔日嘛针对全台湾12个县市发布透风的特报，包括彰化甲云林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恒春半岛、偏湖、兰屿甲绿岛会透10级至11级的强阵风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。